中山樓市知多啲 ，Hello， 歡迎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啊！咁呢一期嘅話題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一講2025年我哋中山樓盤一個銷售套數同埋銷售面積嘅冠軍，咁就係三鄉鎮嘅華發官山水呢個樓盤。咁 Henny 咧喺三鄉呢邊都住咗20幾年啦，但係講起真嘅，官山水呢個樓盤咧，我係比較少推廣俾我啲客人，因為我自己咧就對佢嘅認可度咧並唔係十分之高嘅。換一句話嚟講下。如果你叫我去買官山水呢個樓盤，叫我去買單嘅話，我係唔會去嘅。因為咧我嘅生活圈子啦，都係喺三鄉名座酒店呢附近，包括我哋小朋友返學啦，同埋大人上班。相信咧好多三鄉本土嘅人咧，同我嘅諗法係一樣嘅。如果住喺官山水，咁我哋嘅生活啦，小朋友返學啦、購物啦、工作啦，都係非常之唔方便嘅。當然。咁就唔代表話我覺得呢個樓盤好差唔好，只係咧佢唔啱我。但係雖然我對佢嘅認可度並唔係十分之高，但係咧亦都阻止唔到人哋又一次成為咗中山2025年一個雙料王啊！銷售面積同埋銷售套數都係 No.1。咁你係咪覺得都係不可思議咧？我哋都知道啦，佢嘅硬傷係非常之明顯，但係究竟有咩魅力可以吸引咁多嘅買家前嚟買單呢？咁喺交通方面啦，小區門口咧就係105國道，佢係緊鄰珠三角一個環線高速、中江高速咁嘅一個出入口嘅，揸車咧可以快速咁抵達珠海啦、深圳啦、香港等地方，形成咗大灣區1個小時嘅生活圈，已經開通咗嗰個廣通巴士啦，直達香港嘅，方便港人往返。咁喺呢個生態環境方面啦，呢個項目係位於五桂山個山腳，周邊係有17畝一個自然生態保護區。1.3萬畝一個天然嘅湖泊，空氣清新，環境非常之優美嘅。呢個亦都係吸引我哋港人嘅一個原因。社區咧係打造咗一個彩虹嘅攀身徑啦、健康跑道啦、兒童活動區等等一個休閒嘅設施，同自然景觀係融合起身嘅，適合我哋一個退休居住。喺社區配套方面咧，係有1.2萬平方米嘅商業街，涵蓋咗好似華人民間超市啦、生鮮店啦、咖啡館啦、社區食堂啦、海鮮餐廳等等，滿足我哋日常嘅一個生活需求嘅。規劃有健身房啦、游泳池啦、乒乓球室啦、文化活動室啦等等休閒一個配套，大部分咧已經係投入使用噶啦。喺周邊配套方面，社區設有幼稚園啦，周邊5公里範圍之內咧，仲有多個幼稚園同埋中小學嘅。咁喺社區嘅氛圍方面，營造非常之濃厚一個港式嘅氛圍啊！設有繁體標識啦、港式導覽啦，提供我哋港人呢個專屬服務。比如話高齡津貼代辦、適老嘅一個增值服務等等。定期仲舉行我哋港人嘅社群活動啦，比如話養生社啦、釣魚社等等嘅，幫助我哋港人快速咁融入內地嘅生活。喺性價比方面，同香港嘅房價相比，同等面積房屋嘅價格咧，僅為香港嘅1/10左右。總價好低，適合剛需同埋改善型嘅一個購房者。戶型設計實用啦，71到119平方嘅2房、3房同埋4房戶型，而家嘅毛坯價咧，僅僅係5000幾蚊，總價40幾萬都有交易噶啦。正宗單價咧6000幾蚊，總價50幾萬有交易。首期8萬蚊，月供2000零蚊 ，OK。相比於我哋高峰時期12000蚊左右一個單價，打咗5折都唔止啊！我哋話貪平肯定買呢度啦，係咪？喺物業水平方面，由國家1級資質嘅一個華發物業提供服務嘅，24小時安保巡邏，定期維護我哋園林啦、設施啦，提供呢個管家式嘅服務，包括呢個家政啦、維修啦、待訂酒店啦等等。咁好啦，優點講咗咁多，咁佢缺點有邊啲咧？最後一個缺點，相信從嚟未有地產同行敢同你講，我今日咧就對你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啊！一定要認真聽下。第一個就係商業嘅成熟度咧係有限嘅。雖然有呢個社區嘅一個商業配套啦，但係周邊嘅大型商場綜合體係比較少嘅。
同珠海啦、深圳呢啲咁嘅城市嘅商業繁華程度肯定冇得比啦。高端消費同埋娛樂選擇係相對比較少嘅。第二個係醫療資源有限，有待提升。周邊綜合醫院離得比較遠，最近嘅三鄉醫院、白石分院咧都大概要2公里左右。對於緊急嘅情況咧，可能唔夠便捷咯。第三個依賴公交同埋自駕出行。對於習慣軌道交通嘅居民嚟講咧，真係唔好方便咯，需要有待提升嘅。第四個區域發展依賴外部，因為三鄉嘅一個經濟發展相對依賴周邊嘅城市，佢自有一個產業支撐係非常之有限。就業嘅機會主要係集中喺製造業啦，同埋服務業。高收入、高附加值嘅產業好少。第五個房價嘅一個上升空間有限。即使當前嘅房價係比較低啦，但係咧受呢個區域一個發展嘅速度同埋市場需求嘅影響，未來咧房價上升嘅一個潛力咧，可能真係比唔到深圳啦、珠海呢啲咁嘅核心區域咯。投資回報嘅一個空間咧係相對有限嘅。第六個呢個項目嘅不利因素，呢個應該係冇人敢同你講過嘅。呢個小區外圍咧係有高壓電線塔啦，高層會睇得比較清楚。仲有第7棟後邊咧，係有神仙喺度居住嘅，肯定對你日後嘅一個居住同埋一個以後嘅出售咧會有影響嚇，希望可以避開。23棟、17棟、16棟、7棟係位於半山下邊嘅，開車咧只可以入到地庫，係叫滴滴嘅係冇辦法到自己屋企門口嘅。翻屋企咧係要先將車停喺車庫，然之後咧要爬樓梯翻到自己屋企。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或者係小朋友嘅話咧，出行真係唔係好方便。得罪發展商同埋得罪同行嘅嘢咧，都講咗唔少啦。我做咗呢行10幾年啦，我嘅原則一直都冇變，賺自己應該賺嘅嘢，但係一定要公開透明。如果你頭先聽到咁多，覺得觀山水呢個項目仲可以接受嘅話，又或者係你對中山邊個樓盤感興趣嘅話，右上角咧係 Henny 嘅 WeChat 同埋電話，歡迎你隨時可以聯絡我，我哋詳細傾一傾。咁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